蔡医师，像这个现在这个扎的这个，算是可以给我们大概讲一下吗？好，有什么部位这样子？别安讲，没人讲，我给你凊彩讲，反正你感觉安怎你就讲安怎。迄个中风啊，嘿，中风嘛，还有去西医看，嘿， Stroke 嗯 patient.，啊看伊就拢食药啊，食药啊就是恢复较慢啦。恢复较慢。嘿，即摆伫台湾来讲是讲， Covering 会当用即个头皮针吼，嘿，对中风的后遗症上紧，上紧当然对效果上好嘛。对啊，对，啊，伊这那中风偌久啊？ 1年了，啊， 1年吼哦，伊这一年较歹啊， ，Stroke has been a year. 疗效会较歹，黄金时期那 Effect is 黄金时期3个月以内吼3个来月， the 嘿 golden 上好，效果最好嘛，对哈，黄金时 is 期。 within 3 months for treatment. 啊，所以若过6个月过吼，嘿，啊，这针的恢复会较慢，针的恢复较慢。 After 哎 6 months, treatment result is slower. 啊，像咱即摆针的这个所在是算，这是这是百会啦，百会百会甲前顶，前顶，嘿啊 Eye 这 and 是迄个 chin points. 感觉区，感觉区甲运动区，嗯哼，嘿，还有伊骹震动、手震动，嘿，啊，这 Motion 样， area 啊，插了了， for the 像你安尼 hand 是算捻针啦，吼， leg 啊 and 那嘿，这运针啦， the 嘿， limbs. 啊，照顺花是用练的，哦，叫什么？啊，你咧，啊，我是用 turns. 这，抽气， Dr. Dai 嘿， uses 抽气法，哦，抽气法， This is 嘿 a 抽气法 which is like a pulling 安尼， technique. 啊，若加甲用鼻啊，就加搞开落出来， This is for stimulation. 上伊的手啊，这个前面手， Next middle of the hand. 哦，连那个四肢都有哦。嘿，四肢都有教。唔免这算。不过擦下，哎，对。啊，手真感足强的，足强的吼，会真疼无？哎呦，足疼吼。哎呀，安尼就是袂歹，有希望，真好。他袂听就嗨啊。哎，是。好。我伫美国吼，喺美国介奇怪哦，嘿，安怎？要互我针吼，因无爱食药啊，嘿，当然啦。你个人足有食药吼，抗副作用，嘿，是是。无爱食的。迄就是西药养成教出来讲，药有副作用。然后，是的，哦，这反应足强哦。但是一礼拜啊来几届上好，来2摆，来2摆就好。嗯。无咱若即个初期的中风的，会当逐日的啦，嘿，愈接愈好啦。啊，照迄个黑龙江吼，中医大学遐在讲，因有咧试验来用，迄若一日针一摆吼，这疗效会较好，比迄个2日针一摆较好。嗯，初期啦，初期的时候，啊，一日接一届拢食共款的穴道的。嘿啊，嘛是这穴道啊。啊，这是啥物穴道？足三里。这竹山梨，这阳陵泉，这胆囊穴，啊，这是迄个迄个条口，不是讲调口，丰隆伫遮，嗯嘿，啊，这条口哼，调口。啊，谁那爱插胆囊穴？啊，现在胆囊穴，现在算这个穴。伊遮就拢较真正啊，伊就无得较当行啊，哦，好。嗯。Next we do massage.
意思，这甲伊做艾灸的，这主要是要甲伊分布要互伊是嘛？什么作用？艾灸吼，你用迄个艾草在倒吼，嗯会热气嘛，嗯，啊热气传过伊的穴道啊，嘿，它会经络，安尼效果更较好。嘿，啊，是每一个安尼这种症状的人拢爱艾灸吗？还是台北爱看伊市？吼，嘿，台北市的厝拢袂当艾灸，嘿，因迄厝吼，拢大楼嘛，嘿，啊大楼啊，艾灸若较济人吼，哇，规厝边拢艾草的退休厝嘿嘿嘿嘿，迄个会精灵会等啦。会等，嘿，系啊，警察的话相对来，咩咩叫，哦，安尼哦，因遐过少用。阮台北遮吼，台北市口了3.4个这样的。 OK，我讲，敢有看讲伊是冷还是烧，再加一个，还是讲免啦，拢免管，就是加落效果更较好。对啊。 OK，较早针灸一定拢有加，拢有搁灸过嘛。嘿，是是，嘿，啊，若无灸就效果会较歹。较慢。嗯，他们的这个等加，这个等加酒加，啊，下次等加酒加呢。不一定，这么点吼。不一定。好一点。然后谢谢。啊，